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鄺俊宇。今日2026年2月21號禮拜六啊，今次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熱話消息。咁啊，先講講結業潮啦。咁啊，據報啊，就連呢農曆新年期間，咁啊結業嘅情況呢都冇停過。咁啊，今次呢更加係呢尖沙咀嘅半世紀嘅老店嚟嘅喎，係點樣嘅情況呢？同各位一齊講講。咁啊，呢邊廂亦都講個各大熱話。咁啊，據報呢話說啊，有內地嘅旅客嚟到香港呢，喺昂坪紮營噶。咁啊，據報喺半夜嘅時間，竟然遭到呢野豬嘅襲擊喎，係點樣嘅情況呢？同各位一齊講講。咁啊，另外都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熱話消息。咁啊，鄺姐把聲呢有少少病病地，希望各位網友多多包容啦。講落去之前，一啲撳訂閱、免費訂閱鄺俊宇嘅頻道，睇廣告越長係對鄺仔最大嘅支持啊！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。事不宜遲，先睇睇呢一則最新消息。根據經濟日報嘅最新報導啊，咁啊老牌嘅韓國餐廳最後分店啦，喺年28執笠㗎，咁啊結束咗佢半世紀嘅經營喎。內文提到啦，咁啊北上消費潮嘅影響之下呢，咁啊本港嘅餐飲業呢嘅生意備受打擊。咁啊早於1976年開業，屬於本港第一代韓式餐廳嘅高麗軒韓國餐廳，咁啊原本呢喺尖沙咀開業多年㗎，約莫5年前啊更加首度過海，咁啊喺北角呢係開設咗分店㗎，成為咗不少區內街坊嘅熱門聚餐嘅地點。咁更加有一定嘅捧場客喎。咁啊，該店咧近年啊，亦都積極轉型㗎。咁啊，但係隨住咧尖沙咀店啦喺幾年前結業過後，咁啊早前啊北角店都喺門口啦係貼出告示㗎，話咧由於啊租約期滿，咁啊已經喺今個月嘅15號，即係年28啦，係正式結業㗎。咁啊未能夠成功跨越到馬年。亦都意味住啊，開業約半世紀嘅老店呢已經全線執笠咁話喎。以上嚟自《經濟日報》嘅報導，咁啊，就算喺農曆新年呢，都不時傳嚟啊有關結業潮嘅消息。咁啊，據報呢間老店呢，早於1970年代呢，就已經喺尖沙咀起家㗎啦。不過呢，近日有傳佢呢就全線已經結業啊，仲係靜雞雞結業嘅喎。咁啊，講緊啦，成為咗網上熱話。咁啊，唔知各位網友有冇幫襯過佢啦？咁啊，而家另外呢，各界觀望㗎，就呢，今個月月底就財政預算案喎。咁啊，如果再唔派錢，再唔派消費券嘅話呢，真係好難搞。咁啊，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？不妨留個言一齊傾下偈。咁另外呢，亦都講個晏晝嘅消息。根據香港另一個報導啊，咁啊政府收購雲福苑7座樓，咁啊尺價係呢未補地價呢就8000蚊，咁啊已補地價就10500蚊。咁啊現階段方案呢係不適用於雲置閣啊。今日內文提到啦，大埔雲福苑5級大火發生至今已經2個幾月啦。咁啊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啦喺今日晏晝3點鐘舉行記者會。咁啊，公布大埔雲福苑長遠居住安排方案。咁啊，當中黃偉綸公布政府係會收購受到火災影響嘅7座大廈，咁啊會向呢未補地價嘅單位業主提供實用面積每尺8000蚊收購。咁啊已經補咗地價嘅單位就以每尺10500蚊嚟收購。咁啊全部用以上劃一標準嚟計算。佢表示啊，如果全部收購成功，咁啊，收購價將會係65億元喎。咁另外呢，黃偉綸表示，政府目前傾向呢係拆卸7座嘅物業，不會喺原址呢係發展住宅，原址可以做公園，又或者大埔同埋新界東需要嘅社區設施之用。咁啊，現階段方案呢係不適用於未被大火波及嘅雲置閣。咁啊，除非居民呢達到高度一致性，咁啊向政府呢係出售業權咁話喎。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導。咁啊，拍攝短片嘅時間啦，相關嘅直播呢仍然進行當中。咁啊，首先政府宣布呢就會收購雲福苑7座樓，不過呢就唔適用於雲置閣。咁另外呢，原地呢就應該會做公園或者其他嘅社區設施。咁啊，仲要有待進一步嘅資料㗎。咁啊，另外如果咧全數收購成功咧，咁啊收購價咧將會係65億元喎。
咁另外咧，亦都講講各大熱話。根據香港01嘅報道啊，咁啊年初二咧，昂坪營地啊，咁啊野豬半夜衝擊，咁啊撞冧咗帳篷嘅影片呢係瘋傳噶。咁啊網民驚呼噶，就話係咪過嚟拜年咁話？咁啊內文睇到啦，事主喺 Facebook 群組香港突發事故報料區表示啊，咁啊喺年初二月18號夜晚，咁啊昂坪營地呢係有野豬出沒噶。咁有一隻嘅野豬呢係直衝營地啊，撞毀帳篷，咁啊將成個嘅帳篷呢都翻起咗。咁啊在場男女呢不停驚呼啊，咁啊主要呢都係講普通話噶。當中有男子急問啊，就話跌咗啲乜嘢啊，快啲嚟睇下。亦都有男子就話啦，帳篷裏邊呢唔可以擺食得嘅嘢噶咁樣。咁啊當中有受害嘅女生呢係一身露營嘅裝束，咁啊慨嘆啊都未嚟得切食嘢噶，就話點算好啊咁樣。咁啊另外有個男子就話呢，都話啦，食嘅嘢唔好擺喺帳篷裏邊啊。咁啊佢嘅鼻呢，即係野豬嘅鼻呢，好靈啊咁樣。咁啊當中有女營友就話自己呢係冇擺放食物，所以不會引嚟呢野豬攻擊。咁另外咧，有受害嘅女仔咧，受驚過度噶，據報踎咗喺地下狂喊。咁啊，其他人見狀咧，連聲安慰。咁啊，事主形容啊，有野生動物啊，親臨同旅客們拜年。亦都有大量網友留言啊，就話過嚟拜年啫，唔使咁驚啊。亦都話啦，今年馬年，有排啊，先去到豬年咁話。以上嚟自香港01嘅報道，咁啊據報一班呢估計係內地嘅旅客啦，咁啊去到昂坪呢就搭帳篷，咁啊估唔到呢，唔知係咪有人啊喺個帳篷裏邊呢放咗啲嘢食啦，咁啊結果呢惹嚟野豬呢就衝過嚟，咁啊當中呢有好多人就講普通話，咁啊另外呢有個女仔呢就受驚大哭啊，相關影片喺網上瘋傳噶，不過呢網友留言就話唔使驚，佢哋過嚟拜年啫咁樣，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？不妨留個言傾下偈。咁啊，另外咧講起露營，亦都有相關報道。根據香港01嘅報道，咁啊西貢鹹田灣呢留有疑似灰燼啦、帳篷同埋膠樽噶。咁啊當中有士多嘅負責人就話咧，初三夜晚啊係有近1000人露營噶。咁啊當中有內地嘅浙江遊客就話咧，基本上冇乜嘢不文明嘅情況。咁啊內文睇到啦，咁啊西貢鹹田灣繼元旦淪為垃圾缸過後呢，咁有環保團體話年初二2月18號夜晚，該處同埋鄰近嘅西灣係有超過600個帳篷噶，並有人非法生火，隨地拋棄垃圾。咁啊尋日2月20號晏晝喺鹹田灣所見啊，係有幾十個露營嘅帳篷。咁啊沙灘之上呢，有遊客留低咗帳篷啦，同埋膠樽啊。咁啊，部分地方有疑似嘅灰燼啊。咁有附近嘅商戶估計啊，日前啊2月19號係有超過1000位遊客啦喺鹹田灣露營啊。咁啊，形容人流咧到達高峰，亦都應該要持續監察，咁啊視乎情況改善問題。咁啊，當中有浙江遊客趙小姐表示啊，今次嘅行程呢會喺香港逗留3日，其中2日呢會喺麥理浩徑。咁日前夜晚喺鹹田灣露營噶，咁啊今日呢就會再到第2個沙灘過夜。佢就話啦，前晚啊喺鹹田灣人山人海，咁啊估計帳篷嘅數量呢係有約100個，不過佢呢就冇見到亂拋垃圾同埋呢點營火嘅情況。佢就話呢，基本上呢都冇乜嘢嘅不文明嘅情況。咁啊趙小姐就話啦，遊客一般喺傍晚先會到達營地，並於早上睇完日出過後離開。佢就話咧，鹹田灣嘅垃圾桶嘅數量充足㗎，佢自己都會帶走自己嘅垃圾，認為沙灘嘅垃圾量少啊。咁啊，至於非法生火嘅情況，佢就話咧，鹹田灣嘅風勢大，生火或者會引發安全隱憂，認為咧係唔好嘅行為。以上嚟自香港01嘅報道。咁啊講緊呢，一到長假期呢，近日啊，尤其是西貢嘅鹹田灣啦，就會淪為呢個垃圾灣。因為講緊呢，嚟到香港旅遊，咁啊講緊想慳酒店錢嘅話呢，最好就去露營啦。不過你露營還露營都要錫住個環境㗎。咁啊據報有人生火，有人打邊爐，乜都有。咁啊剩低嘅垃圾亦都相當多㗎。咁啊記者到過現場喎，問到相關嘅內地旅客，咁啊內地旅客就話咧，我睇唔到有咩不文明嘅情況喎。咁啊唔知各位網友又點睇呢？不妨留個言傾下偈。
咁另外亦都講呢熱話，根據《星島日報》嘅報導啊，自備啤酒嘆呢個連鎖快餐店嘅一人鍋，食客聲言啊，下次帶埋海鮮嚟啊，遭到圍攻噶。網民話呢或者會違例喎，就話呢好心啊就唔好為難啲職員啦。內文提到啦，日前有網民喺社交平台發帖文，分享自己喺新年期間到連鎖快餐店享用一人火鍋套餐，只係80蚊就已經包含肉類啦、丸類、蔬菜等等，份量更加足夠2人享用噶。就話啦，除買每人都係40蚊，平靚正啊！另外呢，貼文當中最引人注目嘅呢，並非火鍋本身，而係照片當中餐桌上面呢，係見到擺放咗一罐嘅啤酒。貼文呢幾日之間引嚟過百位嘅網友留言批評啊，嗰罐啤酒呢，就成為咗網民嘅眾矢之的，就話啦，大量留言質疑自備飲品到快餐店嘅恰當性，更加認為喺未有攞酒牌嘅場所飲酒，不單止對餐廳職員造成困擾。網友直斥噶，你擺罐啤酒喺快餐店度做乜啊？亦都話啦，好心唔好為難職員啦咁樣。不過面對有關自備啤酒嘅負面評論呢一個嘅事主不但係冇收斂噶，仲將貼文編輯加咗一句噶，就話咧聽日海鮮檔開嘅話呢，我再自己帶海鮮嚟食多餐添，火上加油啊！有網友就提醒佢飲酒嘅行為呢，可能已經觸犯法律。就話啦，冇酒牌嘅餐廳係唔俾喺度飲酒噶。如果俾人舉報嘅話呢，餐廳嘅負責人就要被罰錢。如果呢個事主帶酒去飲嘅話呢，又唔係罰事主嘅錢嘅，係罰餐廳嘅錢。難怪呢個事主呢可以咁自私咁樣回應網友啦。唔知各位網友點睇？不妨留個言傾下偈。另外亦都講緊市面情況。根據香港第一嘅報道2億元新春金多寶禮拜六夜晚攪珠噶。中環幸運投注站有近1000人排隊喎。內文提到啦，6合彩馬年新春金多寶攪珠喺2月21號攪珠，頭獎基金估計可以達到2億元啦。截止售票時間係夜晚9點15分。歷嚟呢中獎率最高嘅中環士丹利街投注站，今日中午12點鐘已經有近1000人排隊啦。當中有嚟自廣州嘅盧先生，上晝11點鐘左右已經排隊，佢就話特登嚟到香港碰運氣噶。另外有市民林小姐表示知道士丹利街嘅投注站中獎率最高喎，加上喺附近返工，於是順便嚟買彩票噶。佢就話如果中獎嘅話呢，係會先孝順父母然後再做善事。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道號，據報呢，哇犀利，近1000人喺今日嘅中環呢個嘅士丹利街投注站呢，就排長龍。原來呢，就因為嚟緊新春金多寶呢，就攪珠啦，大家碰碰運氣啦。另外呢一間嘅投注站呢，據報特別好運嘅喎，唔知各位網友有冇買今期嘅新春金多寶呢？另外亦都講呢熱話，根據香港另一個報道，女子喺禁區買名牌尺寸超過限制，被拒絕上飛機噶。當中香港快運首爾返嚟香港嘅航班被阻住咗半個鐘乘客嬲爆。內文提到啦，揀選航班嘅時間應該要事先留意住航空公司對手提行李嘅尺寸限制。當中有個香港男子日前乘搭香港快運航空，即係 Hong Kong Express，由韓國首爾準備啟程返嚟香港嘅航班。不過遇到有同機嘅女乘客喺上機前喺禁區購物噶。佢購買嘅名牌 LV 嘅產品嘅尺寸係超出限制而被拒絕上飛機噶。女子同埋空服員擾攘足足半個鐘，最後行李被卸下，先肯放棄喎。事主對於受阻表示火滾，大批網友譴責呢個女子，因為一時嘅購物慾連累全架飛機嘅乘客，就話啦，成日話香港快運執得嚴但其實佢條規例都寫得好清楚嘅喎。亦都話啦，呢樣嘢真係唔捉你係人情捉你係道理咁話。同時亦都有網友就替呢個嘅女乘客因小失大感到唔抵，
就話啦，嗰個嘅 LV 應該貴過呢張機票啊。咁啊，01正就事件向香港快運查詢當中，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導，呢個嘅女乘客呢，就喺禁區度呢買咗呢個 LV 嘅手袋啦，咁結果上到飛機被拒絕㗎，因為呢超出咗手提行李嘅限制。咁你冇計，自己唔睇規矩在先。咁啊，另外呢，呢件事呢係令到飛機遲咗半個鐘頭起飛㗎。咁啊，最終呢，據聞嗰個女仔呢係要放棄呢個手袋，咁啊航班呢先能夠正常起飛喎。咁啊，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？01正就事件問緊香港快運喎。多謝各位，尤其是願意睇晒廣告嚟支持礦仔嘅老友記啊！呢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，同大家緊貼香港嘅各大時事消息。我係礦仔，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。